今日咧係2025年嘅5月22號，咁咧我哋就攞去播下先。今日照舊啦，都係擺張紙巾度印翻開佢先。咁而家七七八八啦，都係撳埋個磅。OK，我擺佢上去係冇反應嘅，有數字，但係個頭髮嘅重量就依然都係度唔到啦。咁唔緊要，咁咧就真係攞個膠紙黐翻佢先。今日係22號嘅1、2、3日啦，2025年5月22號。